客家米色包括客家菜同客家米色，糍粑是客家米色。客家人摕做好事、拜师或者创业嘅时节，会拿来招待人客。糍粑同大部分嘅麻糍用到嘅材料虽然共用，不过糍粑是断细块细块，将饭头麦埋粉来食。大部分嘅麻糍是包餡丝。佢准备嘅材料有棕球、油、麦粉、糖粉、饭头麦、糯米。第一步，准备糯米。将米洗呛来，注意煮糯米饭嘅水量做唔得太多，油浸到米就好，浸20分钟。第二步，糖饭放入去煮。糖饭搅匀来。第三步，棕球爱抹油，油用到熟了嘅，咪爱记得抹油。种嘅时节，咱唔会热。将糯米饭倒入去棕球底杯。开始种糯米饭了哦。趁饭还无人喺以前种好嘅糍粑，咱会搁 Q。糯米饭种到乾时就好诶。第四步。麦粉同饭头麦倒入去盘内底杯，然后糖粉搅匀来，糖粉轻夹就会转匀，鼓手设一度，手搅一度，搅匀后，将种好嘅糍粑放入去盘内底杯酱粉，断细块细块。做好嘅糍粑做得用一两日，磨出下嘅粑咱变，变过以后，要洗之前再溜过，咱会搁漂。